第一次買翡翠手鐲，究竟揀乜嘢價位會比較合適呢？姚姐，我建議你揀5000蚊左右嘅。我從事20年翡翠行業噶啦，08年就開始做翡翠。呢條視頻係俾新手小白第一次買手鐲嘅建議。點解話5000蚊左右嘅價位係啱啱好合適呢？明明幾百蚊就可以買到真翡翠啦，但係幾百蚊嘅手鐲，要麼就好似大理石一樣，要麼就係裂紋多多變晒種咁樣，真係戴唔出手噶。咁買貴啲嘅手鐲唔得咩？太貴嘅手鐲對於新手嚟講預算又太高啊！即使佢買到性價比再高嘅手鐲，佢都係唔滿意嘅，因為好多姊妹咧都唔係好懂翡翠嘅，佢對翡翠嘅認知咧仲係停留喺帝王綠啊、全家寶啊，覺得翡翠就應該冇咩瑕疵嘅。但係我哋都知道啦，只要係天然嘅緬甸 A 貨，都冇可能冇瑕疵噶。幾百萬、幾千萬嘅手鐲一樣都係有瑕疵噶。其實啦，5000蚊嘅預算喺我哋玉器街就係批發價，但係同樣品質嘅手鐲去到商場就要3萬、5萬啦。呢個價位嘅手鐲種老又水竹，又有珠光寶氣喎，無論你日常佩戴又好，任何嘅場合佢都唔會令你丟架嘅。同時啊，呢個價位嘅手鐲咧喺我哋玉器街係通貨嚟噶，方便姊妹們各種嘅對比，可以揀得出邊一條係最好噶。如果你有高預算嘅，姚姐就建議你先攞5000蚊買一條，了解一下翡翠嘅天然性，感受一下商家係咪可靠，同埋知道自己嘅喜好同埋預期，咁樣第日再買高價位嘅，你就會滿意啦。有學到翡翠知識嘅，關注下我姚姐啦。